这个台湾的艺界，当年真出名的女明星王祖贤，尾也是去住伫个加拿大。今年57岁，讲中秋节的前一天，台中有一间素食餐厅来接待到包场的人客，其中一个人客就是王祖贤。这王祖贤看起来讲保养甲真好。穿黑色无黄的长裙，挂黑色的目镜，派皮包啊，看起来真有气质。路边车王祖贤到台中，甲朋友做伙食饭。王祖贤16号选在中秋节前一天来到台中这家素食餐厅，中午呢一行人是包场用餐。餐厅老板发现有大明星前来呢，开心合影，也把照片 po 上网。头家分享讲，迄天是熟悉师傅来定位，专工接待为加拿大等来台湾的王祖贤。有买这款的相片来话讲，竟然是小钱。嘛有人讲真无彩，并且离阮兜这么近，竟然无拄到。他很慈悲，很仙气。我们都在忙啦，所以说我们就是单纯的就只有招待服务而已。他有来这边吃过饭，我知道。我没有看到，对，以前就有来过。顶摆王祖贤登来台湾已经是去年的10月27，当时伊共款是长头毛、青长裙、派明白的皮包啊。王祖贤因过倩女幽魂的小倩，和亚美印象真深。虽然已经57岁，也是真够保养。伊气质的面膜啊，也是好美种拢足耳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